我们地球上曾经活过的800亿人类都还在，他们就在天地之间。什么叫轮回转世？在无数的时空里头的轮回和聚散组合，就构成了今生为6道轮回里头的猪牛羊，下辈子可能为草木，可能在下辈子得人参。你们可能听说过，最近互联网里头有个说法说，最近10年去世的都是人族，那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活着很多人类，并非是传统意义上伏羲女娲时代流传到现在的人族，意思就是可能不是世世代代为人的，也可能在一些其他的人世轮回里头为草木、为畜生、为6道里头的其他的存在物。阿赖耶识就这么认为的，一切都是那个聚散组合。我更认为灵魂是什么？就是能量不灭聚散组合里头的那个庸余部分，多出来的那个部分，没有被降解掉的那个部分，那个保留了一些过度承载的一些信息的那个部分，本来它应该干干净净的在从一轮聚散组合里头那个无穷无尽的变化，但是它没有，它还是保留了一些东西。